政府下年度起，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增加4000張到16000張，以及把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增加1000張到總數7000張。預算每年開支分別約12億同埋19億7千萬元。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本月起新增2家至到26家，覆蓋大灣區內9個城市。去年底亦推出為期2年嘅醫療補貼試行安排，上限為每人每年門診費人民幣1萬元及住院費3萬元。此外，政府年中將推出新安排，讓參與廣東計劃、福建計劃同埋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嘅長者，可選擇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佢哋指定嘅內地銀行戶口。